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赞美我的神，因为我心坚定于你。感谢主，你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赞美主，愿荣耀都归于你。我们再来唱一次，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主的喜乐。有赞美，大声欢呼。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第46章第1节。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只能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诗篇63 1-2节。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摩西看见你的荣耀，
请咱同心来敬拜，请奏乐。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落你，愿列邦拢学落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治理地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学落你，愿列邦拢学落你。这时，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465首，有一赞诗实在好听，我心欢喜来报。人人若信，就拢无惊，真正是通学罗。是句犹过永生，是句犹过永生。我知是真，是句犹过永生。请咱起立吟全首。
这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也这请坐。请咱三个来启用上帝话，启应文19篇，诗篇95篇，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19篇，来啊！咱着用摇花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所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摇花的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中的羊。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就唔通迷恁的心，阿免。接续，请咱三个来吟圣诗335首。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教示。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子。请坐咧吟全首。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教示。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子。咱在天边所欢喜，就是相信谈道理，坚信快乐可救主，真来行好阳光伊，要给相信的轨迹，因爱和平甲欢喜，坚信可以记载，因无超生着天意，那就相信来无期，在我心中那决定，世间修正帮后面，专心对主无沙利。阿门。这只是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赏赐平安的上帝，愿感谢阿罗你。伫阮生活中的每一时刻，你拢保守阮平安来经过。伫阮拄着风雨、拄着困境的时，你诚做阮的气力甲帮赞。亲爱的天父，伫即礼拜，台湾受到风台的影响，有人意外来死失受伤。
求主怜悯保守，安慰扶持。主，阮看到真侪所在淹水，造成侪农业的损失惨重。伫山区的道路嘛，因为土石流影响，交通真无方便，嘛真危险。愿恳求主你特别保守，互风台损害降到上低。我嘛要特别为着受苦的同胞来祈祷，求主保守因会当早日重建家园，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嘛求主你保守进入灾区所有的人员出入拢得到平安。主啊，愿将整个台湾交托伫你，求你怜悯阮，保守看顾阮。听阮的主耶稣，感谢你的引带，互阮教会的青少年伫暑期倒转来到教会生活，参与服侍。主，阮看见因听主上帝、听教会、听人，因同心投入甲付出。阮真欢喜看到因的成长，求主你保守因，也阁有一个月的暑期，求你赏赐因有智慧的心，会当好好安排这段时间，选择因家己对因家己有帮助的计划甲生活。主啊，求你引带因，互每一个细囝拢过一个真快乐、阁充实的暑假。是阮的主。人枵毋是无饼通食，喙焦毋是无水通啉，独独欠缺上帝的话，听袂到主你的声。主，阮需要听见你福音真道的话。主啊，阮真正需要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成做阮生活的准绳。主，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阮较无爱听你的话，求圣神即时安静阮的心，阮要恭敬来听。求主你的话进入阮每一人的心中，佮互阮活出福音的生命，通荣耀主你的名。愿献上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使阮平安。俄罗请圣歌队。随我一生，随我
即时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话。圣经以赛亚书43章19节到21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第19节。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呾得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山林的走兽要尊重我，山狗甲道鸟也要安尼，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敬的啉。这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咱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21节到28节。马可福音书第1章21节。因入甲别农，耶稣伫安息日入会堂教示人，人奇怪伊的教示，因为伊教示人亲像有权力。无亲像经学师。拄仔会堂内有一个犯着鬼的人，嚎叫讲：“拿撒勒人耶稣，阮甲你什么干涉？你要来灭阮吗？我知你是一罪，就是上帝的圣个。”耶稣责备伊讲：“你着静静对这人出去。”邪神抽出迄人，大声叫，就对伊出去。众人拢戆影，直到三辩论讲：这个是怎样？是新的教示？伊用权命令邪神，邪神也顺叹伊。伊的名声随时传遍加利利四方。正道，主的福音真道理。请曾牧师。主所听的每一个上帝囝儿，亲爱兄弟姊妹，愿恁平安。今仔日咱要用这段圣经、3段圣经以及所有每一首的圣诗来做咱的祈祷，愿天父上帝来帮咱。今仔日牧师所为咱选读的这3段圣经，第1段就是恳求天父上帝，互咱的人生有上帝伊的怜悯。主讲，我要为着恁来行新的事。愿上帝将一个新的愿望，将一个新的伫头前伊要成就的事来赏赐互咱。伫这段43章以赛亚的最后一句话，伊讲：因为恁是我家己所做成的，意思就是讲，因为恁实在就是我所创造，嘛是我亲生的囝儿甲查某囝。恁要看见我为着恁的生命做新的事，将来通真侪保养上帝福音的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今仔日第一个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咱所有在座兄弟姊妹，伫你人生中间所期待的。天顶的上帝甲咱食，伊讲我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第2段圣经是出自牧师的邀请，也是教会的大道，要鼓励兄弟姊妹。所听兄弟姊妹，你来到这间教会，咱做伙成长的过程，你听到耶稣的故事，这个故事敢无真做你的故事？今仔日所念的讲，主的福音真道理。或者咱第1条所念的诗歌讲：诗句、幽歌、永新。旧的故事敢有变做咱新的故事？30多年来，伫这间教会甲咱做伙生活，有人亲像做人客，来一段时间了后就离开。这毋是毋对，是因为上帝要带因到伫另外一个上帝的职场，伫迄个所在生活拍拼。
就亲像有一个咱的少年人，伊是读音乐的，伊的文书是上帝所予伊的，是一个音乐的老师。咱会通伫教会的 Facebook 顶悬的连结，咱常常看到伊目前是伫欧洲咧巡回，伫遐咧发挥上帝所予伊的文书。但是每一摆伊倒到台湾，伊拢一定来做礼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福音伫你的人生中间，敢有产生祝福？愿马可福音这段故事，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牧师用这个故事来邀请兄弟姊妹，咱求主透帮咱，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有时咱有迄个黑暗的关系，咱家己无能为力，教会嘛无能为力。因为今仔日的马可福音第1章讲，耶稣入会场，伊讲道，人拢着惊，因为伊的讲道赢过所有的老师。大家感觉伊的话语中间，毋是干那一个道理，有一种的力量，互人的心火热。兄弟姊妹，愿上帝亲自对恁讲话，也主耶稣讲，静静听，安静。主耶稣透放这个会堂中间，教会无法度做，但是耶稣会。有真个时阵，信仰毋是干那一个道理，信仰是一种的权柄。愿主耶稣伫今仔日，将这个福音的消息，想诉互咱在座兄弟姊妹。最后牧师的结论是用今仔日的金句，因为这个金句是保罗为着伊的兄弟姊妹所讨的2项真要紧的祝福。腓立比书第1章第9节、第10节。第一，保罗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所求的，就是求天父上帝伊的疼充满伫伊的兄弟姊妹。充满，搁再充满，疼，充满，搁再充满。咱的生命若有疼，咱无孤单；咱的生命若有疼，咱就无感觉怨叹。最后所讲，伫即个所在，即个疼是建立伫财物甲啥物骄傲。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一个，保罗为着教会的祈祷，嘛是我所学习的祈祷。我身为咱教会的牧师，我的责任敢毋是为恁祈祷嘛？是，伫教会内底有2项真要紧的工作，就是为恁祈祷。第二，就是将上帝的话甲恁分享，望这话会当成做恁心中火热的确信。第二，保罗伫腓立比第1章第10节，伊讲着：我求天父上帝，互恁会当明白选择迄个有价值的事。圣经安尼讲。我求天父上帝，互恁会当分辨是非，这是国语的翻译，和本的翻译，能够分辨是非。教会的青年，伫今年的暑假，牧师有看到恁成长，甲恁的努力，上帝祝福恁。这句话嘛是牧师为恁的祈祷。上帝赏赐恁有能力当分辨是非，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事实上，伊的原文，无论是伫天主教的圣经的翻译，或者伫圣经希伯来语原文的翻译，伊咧讲起，互恁会晓得选择卓越的事情结出来。愿上帝祝福咱教会所有的青年，因为将来人生是有价值的。伊讲选择迄个有价值的事。所听的姊妹，你安静问你家己，这个信仰敢有互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选择一个你人生中间袂通无的，实在有价值的事。咱伫人生中间，咱所选择的，有当时并毋是真正。上帝伫咱一生中间上界了不起的祝福。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伸出咱的双手，咱甲主祷告，主赏赐我。因为上帝所做记载伫以赛亚43章，伫马可福音第1章。伫腓立比第1章，拢是讲到上帝为着伊所听的人做一项新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安静来听圣经所讲的事，咱当心来祈祷。主安静徛伫你的坐伫你的圣殿内，愿伫这个所在恭敬为着阮的生命来祈祷，恳求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将你宝贝的信息
来讲，互你的囝儿甲查某囝听。主耶稣，你的福音是真道理，你的福音毋是干那一个道理，是一种生命的投放，是一种的生命的丰富，是一种生命的经历。人要因为你所做，对心中讲，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代志呢？连鬼嘛听主耶稣基督的话，主啊，福音到底是什么？连这个黑暗的关系，在这个宇宙中间所有的灵界，拢降服在你的面前。所以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开阮的目睭，互阮明白，你的福音毋是一个讲道片，你的福音是一台大大有福气，阁有权柄。所以求你施乐伫每一个所听的兄弟姊妹，互因的生命担着福音的滋味。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仔日福音就亲像拄则牧师有小可甲咱解说。虽然这三段的故事并无相关的这个经文的背景，但是这三段的圣经，无论以赛亚43章，无论是马可福音第1章，无论是腓立比第1章9节10节，这三段咧讲起一项，就是上帝为着人做一项新的事，就是福音临到一个人的中间，人的生命要因为安尼来改变。所以保罗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的生命就更新，伊要成做新的人。旧的代志拢成过去，一切拢换新。愿今仔日个礼拜所听兄弟姊妹，上帝将一个新的道理，也是旧的道理，亲像咱今仔日个圣诗第2首，伊讲主的福音真道理。第1首讲是旧，也旧是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读这本旧的圣经，但是这旧的圣经竟然接着咱新的，伫咱的生命中间的福音。愿天父上帝互咱看见。真要紧，以赛亚43章第27节，以赛亚43章第21节，伊讲：恁是我为着家己所创造的。兄弟姊妹，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上帝讲：恁就是我的囝儿，是我所亲生的。所以兄弟姊妹，咱是属上帝的囝儿，上帝创造咱，是为着要互咱讲起伊奇妙的所在。愿天父上帝甲咱揽伫伊的形象，亲像今仔日这张相片，耶稣抱一个细囝。这段圣经咧讲起耶稣听迄个姊妹说，耶稣听每一个求伊的名。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咱的人生有瓦靠。咱伫主的面前，将你的心交上帝。愿天父上帝抱你伫伊的形象，为着咱的生命做一项新的事。今仔日圣经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亲爱兄弟姊妹，你愿意你的人生有上帝为你创造所有备奇妙的计划吗？我相信是。愿天父上帝伫咱所有的教会青年的心上，拢有伊一特别的计划。8月，刘玉明就要离开咱，去德国1年。这个青年上好讲新的事。所以兄弟姊妹，毋是干那刘玉明，上帝会为着伊有备。咱伫夏令营的中间，去 TV 来问，来采访咱的教会营会，因真好奇，为什么一个庄卡的教会，伊会做这种国际性的青年的交流的事工？因问我讲，牧师，伫恁的教会中间，恁对青年的期待是安怎？咱期待，咱的囡仔将来上帝带伊到天边海角。无人知影上帝的计划，但是上帝伫每一个青年的生命中间有伊奇妙的安排。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毋是干那刘老师阿芬伊的囡仔，嘛祝福咱教会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我的老师伊所讲一句话，伊讲少年人上需要的，因人生中间上重要的，就是找到伊的人生的标杆。找到伊的人生的舞台，然后无怨无悔向前行。少年人上需要就是找到伊的人生有价值、有兴趣的事。今仔日的金句所讲的，就是伫上帝的面前平明，会当查验什么是有价值的事，什么是美好的事，
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做一个会通陪伴咱的囡仔的士大人，带咱的囡仔入捌上帝。因为所有一切奇妙的事，拢是伫上帝手中。今仔日的圣经第一句起头，伊讲：恁敢毋知吗？我要为恁做件新的事。兄弟姊妹，你若毋知影，今仔日的礼拜对你的一生有甚物种的影响？你通花手问上帝。你讲主啊，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甲司礼的长老有带阮读这段圣经，你要为阮做这样事。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份量身定做。你捌听过牧师的讲道，甲恁讲，上帝的计划是每一个人拢是量身定做的嘛？你无例外，我无例外。咱的一生没有偶然。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应答每一个对上帝追求答案的人。我佮讲一摆，你若愿意伫上帝的手中找到答案，主讲，我就要互你看见，看，但要发现。愿咱伫礼拜中向上帝祈祷，上帝对你讲，我要伫旷野开道路。当你找无你头前的道路的时，我要伫旷野中间，甲你开一条道路。我要伫大sở空隙的地，甲你开江河，互你的生命中间有水通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上帝所创造，兄弟姊妹，你通换手伫你的心情，你讲上帝，我知，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囝子。主啊，既然我深信你，主啊，既然我一生将我一生仰望你，我相信你要为着我一生来负责任。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明白，咱是伊所听的百姓。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佮互咱听到马可福音。其实马可福音应该讲，严格来讲是彼得的福音书。虽然这本册是用马可的名来写的，但是马可就亲像彼得的学生，毋是彼得学生。所以彼得所讲过的讲道，所讲过的故事，伊的学生马可，伊家己记起来。马可福音是一本足奇妙的福音书，伊无对耶稣会出事讲起，所以马可福音无圣诞节的故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伫咧开始就讲耶稣竞选4个学生：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因咧讨戏，耶稣讲来跟对我。耶稣叫这个人来跟对伊的时阵，迄个礼拜日，迄个安息日，因就入会堂。今仔日的故事是安尼开始。所以马可福音其实所写的最重要，伊的重点，拢咧讲起彼得看见耶稣怎样做代志。所以听弟姊妹，今仔日所读咱读的只有短几节的经文，万今仔日读去了后，你若有感动，你重新将马可福音第一章对头读到尾，你斟酌个读。这段的故事到底咧讲什么？这段的故事咧讲起耶稣进入礼拜堂。伊伫遐教死人，人听到伊的讲道了，心火热。甲国外的主耶稣伫以马忤路上所做的讲同款，遐个看到耶稣死亡的学生，因惊吓离开。伫以马忤路上，搁再听到耶稣甲伊讲明圣经的时阵，后来因感觉心火热。伫迄个中间，因讲到一项代志，是啥物人讲？是彼得讲互马可听。马可讲：当我对耶稣的起头第一个安息日，主耶稣带这群人入去做礼拜。伫礼拜堂的中间，我的心感觉，这个讲道者甲所有的列比犹太人的老师无共款。伊的讲道所讲的内容，毋是干那一个道理，会当穿透上帝话，会当刺透人的心，互人知影好歹。互人知影是非。教会若无有主耶稣的圣心，教会礼拜是死气沉沉。今仔日的故事咧讲起无能为力的礼拜堂，其中有一个人犯着鬼，但是耶稣来到这个所在，也未讲道的时阵，伫讲道的时阵，有人搅搅伊，因为上帝的话开始被宣扬，黑暗的关系，魔鬼就挡袂掉。
所以你讲道的中间有人感动，但是其中有一个人伊气惨，因为伊内面有无好的神。所以你写信就来讲，耶稣，我知影你是啥物人，你是至圣的，我甲你有啥物关系？我知影你来要创啥。耶稣甲伊讲：安静，离开。耶稣敢若讲一句话：安静，离开。鬼就离开这个人。这个人伫现主时，若像羊癫疯安尼，伊讲伊就抽喘，然后鬼就离开。当日这礼拜，所有人心内狂野，就惊讲 What happened？ 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连鬼嘛听伊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做基督徒，你敢已经看明这个主耶稣的权能啊嘛？主所听的囝儿兄弟姊妹，你敢已经享受耶稣在你生命中一切的权能吗？原咱今仔日个礼拜，主耶稣嘛对你讲话，主耶稣将你心中的罪捆绑，主耶稣讲离开，因为这个是我所听的囝儿。愿迄个阻挡咱、捆绑咱、搅扰咱，迄个心中无好的灵离开咱的生命，伫今仔日个礼拜。愿主耶稣亲自将这个妒忌的灵，将这个骄傲的灵，将这个贪心的灵，将你心内最捆绑你久久的。伫今仔日个礼拜，就亲像2000年前，彼得亲自看到耶稣用伊的话赶鬼。愿主耶稣所享受的是一个好灵，就是上帝伊家己本身，诚做无能为力的人的帮助。这段故事嘛，是我为着咱的教会的祈祷。主啊，当我的教会无能为力的时阵，主啊，求你家己做。拜四暗到9点外，已经伫咱的顶管甲我讲，牧师，惨啊，水一直射入来，对咱的教育馆灌倒入去。伊讲牧师，你要灌你甲电梯啊？我讲好，啊，你去甲清迄个水坑。伊讲牧师清袂了，兄弟姊妹，伊真咧顾教会，伫迄个暗时，牧师无伫伊身边，袂当做啥。咱有真侪时阵，咱甲咱的囡仔，伫咱的人生中间有无能为力的时阵，已经淡漠了。后来阿关阿芬，毋是阿关阿芬，美秀，搁在安陆，甲一个自信。因就紧赶来到教会，我看到因的LINE顶悬10点外，还搁伫遐咧摕水桶啊、神2楼迄个电脑教室滴落来水。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有迄个无能为力的时间，你敢捌拄着？你一定甲牧师讲，牧师当然我有无能为力的事。今仔日个礼拜邀请咱来到主的面前。当咱无能为力，亲像这个无法度把这个鬼赶出去的这个会堂，耶稣一句话，这个邪神就离开。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享受每一个追求伊的人。彼得伊一生所注重的，毋是咧讲起一个新约。伫马可福音书内底，彼得所讲的，耶稣所做每一项代志，神迹、新约本身，拢有伊背后的真深的意思。所以今仔日个故事咧讲起，当一个人无能为力，当一个人伊心内有一个黑暗的势力，这个人无法度救家己的时阵，耶稣用伊的话，互伊得到讨棒甲平安。所以马可所讲的，其实咧讲起信仰，伊上深的理的道理，甲恶梦有关系。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兄弟姊妹，咱重新来想，我信主遮尔久了后，咱咧讲传福音互别人。但是咱若是青梅，要安怎带人来信主？咱若无了解福音到底是甚物，咱要安怎甲人传福音？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明白，福音其实毋是耶稣才开始，福音对创造的上帝开始，伫人的艰难中间，伫人的无能为力的时阵，上帝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所以耶稣是上帝。上帝嘛是亲自来到世间的耶稣，
所以上帝伫人无能为力的时阵，伊为着人做件新的事。所以听弟姊妹，今仔日唔通空空离开礼拜堂，好不好？唔是因为恁听着牧师的讲道，恁有感动，是因为上帝话，伊应允你讲，我要为你的生命做件新的事。而这你爱清楚知影讲，主啊，什么事是你伫我生命中间想要做的事？兄弟姊妹，咱会为着这项代志，咱全然无共款。真做一个有愿望、有积极的力量、有热情。有的人对真多代志拢无精打采，但是当上帝的相信了踮伫一个人的内面的时候，人就不再是一个无精打采，伊会感觉伊是有能力的人，伊是感觉伊会当做什么，伊会当真做一个有热情、欢喜去追求伊会当做的事。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平平。今仔圣经伫当时做礼拜2000年前，伫彼得甲安德烈、雅各、约翰，因4个人伫迄个中间做见证。后来彼得经过几十年后，讲互马可听的即个故事。伊讲当时耶稣将即个黑暗的关系，即个犯着鬼的人，伊的鬼赶出去的时阵，有一句话，兄弟想看卖。即句话讲，哪会安尼？哪会安尼？伊伫做礼拜中间看到耶稣，敢若用一句话，列比无法度做的事，教会无法度做的事，就是互犯着鬼的人伫咧逃亡。伊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圣经的国语的翻译是安尼。伊伫这个所在讲，这是一个新的道理吗？以前阮的祖先所留落来摩西五经，拢毋捌发生这代志。这敢是一种新的道理吗？这个原本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的假释。教会不应该讲一种死气沉沉的道理。所以我真爱的一个信仰，一个信仰的长辈，伊的名牧师捌甲恁讲过，伊叫做 Karl Barth。伊讲人的道理袂当等于上帝的道理。有真侪真优秀的神学家，因所讲的神学袂当甲上帝的话画上等号。兄弟姊妹，咱所了解的道理嘛，无拄拄是真正耶稣的道理。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也愿意谦卑，咱伫主的面前讲：主啊，今仔日的礼拜有讲上新的假释、新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开咱，伊讲连写神嘛顺服，连写神嘛顺服。这个道理毋是一个知识。这个道理是一个信仰的确实，人的活命的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深深欢喜，伸出手讲：主啊，互我怜悯我，将这个真正甘甜的福音放伫我的嘴，互我担着这福音的滋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稳定。福音是什么？福音毋是干那道理，伊是一个活跳跳。当上帝话进入咱的内面的时阵，迄个无好的挡袂牢。耶稣讲道的时阵，迄个犯着鬼的人挡袂牢，所以伫遐大声发出，阻止耶稣讲：你毋免阁讲遐有诶无诶。我知影你是啥物人。耶稣就甲伊讲：点点离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有主耶稣伊所享受福音的权柄，进入咱的生命中。所以，弟兄姊妹，愿咱享受信仰，愿咱享受做基督徒的生命。兄弟姊妹，如果你若伫教会遮尔久中间，你也未完完全全享受着满足的喜乐的时阵，你甲主祷讲：主啊，收拾我那种满足的喜乐，是一个我一生无后悔、无怨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金句讲多而又多，这是中文的翻译，和本的翻译讲多而又多。但是台语的圣经改翻做充满，搁再充满。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咱经历着主耶稣，伊搁我的圣神运行伫今仔日的礼拜，
搁我的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中间，互今仔这个礼拜毋是听讲道，互今仔这个礼拜是一个生命得到充满，这个圣神运行伫你的人生，互咱真做有能力的人。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2个祈祷。第一个祈祷，甲主祷讲：主啊，互我看见你。今仔这个礼拜圣经的故事是2000年前的故事，这个故事敢会当变做你的故事？就亲像彼得、雅各、安德烈、约翰，因看到耶稣，因亲自看到，因的列祖、因的祖先所讲，上帝要赏赐一个救世主弥赛亚，因伫迄个礼拜中看到，耶稣就是伊。所以弟兄姊妹，遇见神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转变。咱毋是敢听即个白纸黑字所写的圣经，因为连保罗嘛安尼讲，伊讲字句使人死，圣灵使人活。白纸黑字的圣经，若无圣神的帮助，读无一定读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对即个故事，咱首先认真面对咱内底迄个阻挡咱得到自由，甲得到喜乐的迄个生命。有甚物力量？有甚物种的习惯？有甚物种的想法？伫你的人生中间，常常阻挡你朝着光明跟良善的那个方向去行。若有迄种的阻挡，伫今仔日的礼拜，你发手讲：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我命令你离开。所以你姊妹，今仔日的人无啥相信讲有鬼人，但是其中今仔日的人有真侪麻烦，是人无法度家己处理。咱发手伫咱的心内，咱毋是咧赶鬼，咱是咧将咱心内有真侪对咱的阻挡，袂当伫上帝的良善，袂当伫上帝所赏赐咱的生命的甘甜的生命的时，咱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命令伊离开。互咱真侪真实的基督徒，真侪主所听的经字，这就是彼得讲互马可，马可记载伫伊的福音书的起头，上帝独生囝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的第1章第1句话就是耶稣就是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的第1章第1句话第1节，伊讲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这主耶稣，咱讲主耶稣，我对你遐尼久啊，求你彻底上互我，求你彻底上互我，享受你所赏赐我生命的甘甜，赢过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赢过这个世间的金银财宝，赢过这个世间的侪情欲。主耶稣独只有你会通互我的生命得到满足，也这求就互咱，求就互咱。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求主耶稣的圣神，就是伊个互人个我的圣神，会当互咱明白这个新的价值。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你亲自安静，你甲圣神祷讲：亲爱的圣神，请你来，请你将今仔日礼拜中间所讲的圣经解说互我听。我毋是干那要听牧师的讲道，伫今仔日个礼拜，亲爱的圣神，求你将我所需要听的福音的信息，放伫我的心思意念的内底，互我完全得到头棒。这是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愿天父上帝，互你对你生命中间真正看到上帝，对你心内就着惊讲：我的主耶稣是遐尼有气力，但是我伫过去的日子做基督徒，为什么活了遮尼痛苦？当然，你会讲牧师，我无真痛苦，感谢主。所以，你姊妹，愿这个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照咱生命所需要的，甲咱量身定做，伊互咱经历着伊来到咱的生命中间，伊的话，伊的圣神，伊所享受福音，互咱明白。和本的圣经讲，这是什么事呢？这是什么真道理？这是一个什么种新的道理？兄弟姊妹，圣经所记载的故事是旧，确实是新，是什么意思？
旧的意思就是讲，伊是古早人的圣经的故事；是新的意思是甚物？伊要变做你的故事，变做我的故事。是旧嘛是新。咱甲主祷讲，主啊，伊有的我嘛要有。恁常常听牧师见证讲，若去教会观摩的时，我若有感动，我拢会甲上帝祷讲：上帝，你互即间教会你伊有的，我咪爱有。或者恁敢捌安尼祈祷过？恁若读圣经读到真感动的，你敢讲，较有遮尔大的气力，耶稣我都做遮代志，你就奉伊的名祈祷讲：主耶稣，你互伊的，请你嘛互我。因为耶稣捌问伊身边的人讲：我会通为你做甚物？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事？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耶稣嘛问你讲：孩子，我能为你做什么事？咱甲耶稣讲：主啊，你若会。耶稣讲：你较安尼讲，我当然会。主啊，你若肯，主耶稣讲：你若安尼讲，我当然肯。伫咱的需要顶悬，甲主参详，求天父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主的福音真道理，互咱对今仔日开始享受做基督徒的迄种的荣耀。我捌一摆为着一个人洗礼，我已经袂记得到底迄个人是啥物人。伊伫问到你真正，我问伊讲：你为甚物要领洗礼？伊讲：牧师，我若会当伫教会受接纳、洗礼、领洗礼做基督徒，这是我一生中间最大的荣幸。迄个毋是今仔坐伫咱中间的，就是亲像我讲，上帝伫短期间带伊来到伫咱中间，造就伊、栽培伊，互伊得到福音，然后带伊出去做传福音的见证的人。伊讲，教会来当接纳我，准我领洗礼，这是我一生中间最大的荣幸。现在你会记得安美姐的先生刘连新兄弟吗？伊是卧床的兄弟，但是伊逐礼拜伫直播的顶悬，甲咱做伙做礼拜。安美姐问伊讲：你敢愿意洗礼？伊请富康巴士专工载伊来到咱中间，伫咱中间恭恭敬敬领受主耶稣的保护，诚做上帝的囝儿。啊，这福音是遮尔严肃的代志，福音是遮尔宝贝的代志。最重要，毋是听，充满咱的生命。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换手伫你家己的心来讲，我的心内底无搁再有空虚的角落。我的心无搁再有空虚的角落，充满，搁再充满，充满，搁再充满。主的宝贝，压过世间的宝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所有伫云上、伫云端、伫直播的礼拜，无论你伫什么所在，耶稣听你。只有上帝甲耶稣的。今仔日的福音马可福音第1章是代表整个马可福音。伊讲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独独只有主耶稣话，兄弟姊妹，因为伊是上帝。上帝讲我要做件新的事，恁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恁要看见。阿们，哈利路亚！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互咱明白，咱是何等的身份呐？咱是何等的身份？兄弟姊妹，咱会当做基督徒，毋是祖先有灵有邪。这是一个上帝恩典，对咱的世大人，对咱的祖先，上帝互咱会当加做伊的囝儿。今仔日的福音来讲起，互一个甲上帝无关系的人，伊明白伊是上帝的宝贝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明白整个圣经中间所讲的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上帝听咱，甚至完全无保留，将伊家己来收束互咱。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伸出咱的双手，甲咱踢伫咱的耳孔中间的遐个踢盖，咱甲主祷讲，主开我的耳孔，主开我的心，主开我的目睭，互我看，互我听，互我心明白，
你的道理是一个新什么样的道理？如果你若也未完完全全认捌耶稣基督，愿今仔这个礼拜，主耶稣亲自将这个新的道理，互你明白。一个也未完完全全认捌耶稣基督稳定的甘甜的人，就是因为咱也未明白伊的福音甲伊的稳定是甘甜甲什么种的程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是彼得伊所心愿，通过伊的学生，伊的属灵的囝子马可，伊所讲耶稣所做的事。马可福音书整个规本册无真长，这本的福音最重要，伊的重点是咧讲起耶稣做了什么种的代志。这种的代志，甲你我拢有关系。耶稣要为着咱的生命做项新的事。耶稣要为着咱的生命做项新的事。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所讲的无啥共，当然这个耶稣是共人，但是因的感动、因的重点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是大人的道理，无等于是上帝的道理。教会所讲的讲道，嘛无一定是正确完全的道理。求主怜悯帮助，互所有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所讲的道理，是一个货真价实、真真正正耶稣基督家己亲自福音的道路。因为主日的讲道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咱的教会才会设立，阁有推动查经。因为伫查经的时间会当更较详细，有更较长的时间会当静静坐落来讲。咱的教会伫前一站所讲的主题叫做耶稣的课堂，伫耶稣伊讲了伊的讲道，耶稣安怎咧教伊学生。所以亲爱的姊妹，你敢有真足想？你敢捌真捌真正了解耶稣伊的教示到底是甚么？教会上要紧的工作，就是真真正正向兄弟姊妹讲明耶稣的福音到底是甚么。主的福音真道理，教会敢有能力通真清楚来讲明耶稣基督福音。有当时讲道爱讲好听的故事，有当时教会爱听迄个好笑的笑话。伫迄个礼拜中间，推前去个秀场咧看诸葛亮的，迄种餐厅秀。兄弟姊妹，礼拜毋是安尼，礼拜毋是咧讲迄种哗众取宠的道理。礼拜六最要紧，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彼得讲，耶稣不花俏，耶稣的礼拜只有两项：第一讲道，第二，互上帝的光荣，互人得到头棒。愿天父上帝伫每一届礼拜，互心内劳苦背重担的人，恁得到头棒，恁得到扶持，咱得到祝福。求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将一份新的生命的开展。今仔日的犯着鬼的人，对耶稣基督的话，通得到一份新的生命的开展。兄弟，你即摆需要什么？有一寡代志是钱买袂到的，你同意吗？伫人生中间有一种宝贝，有一种荣耀，有一种幸福，是钱买袂到。你所需要一份新的生命是什么？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安静、安静、安静，直到咱完完全全清楚主耶稣伊所带予咱的祝福，因为咱是要保养伊的好名声。所以，亲爱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的拯救，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拢是要甲人讲：我以前是一个什么种的人生，但是后来我拄着主耶稣基督，我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亲爱的姊妹，咱亲入上帝的家庭。伫伊的圣殿，伫伊的厝内，主甲咱讲：你是属于我，我嘛属于你。当你认捌我了后，你要保养我的所做，我的所行。愿今仔日的金句，真侪兄弟姊妹的祝福。今仔日的金句是保罗对于兄弟姊妹所发出的两个祈祷：第一，
求主耶稣基督的疼大大充满，搁再充满。而且这种的疼，毋是一种情欲的疼，这种的疼是建立伫真理顶悬的疼。伊讲这种爱是建立在知识，建立在知识与见识。知识甲见识有啥无共？知识就是你读册，你就读得有；但见识咧讲的，就是伫你的人生中间，你通过经历，你都得到的决定甲答案。人若无见识，都要多看电视。这是一般通俗的笑话。但是人的见识其实是上帝的圣心开人的目睭了后，人才有能力通看到真正的代志。伫这个所在咧讲去充满，搁再充满这种的疼，毋是一种疼世间的疼，嘛毋是一种情欲的疼，是一种因为认捌耶稣基督福音，所以对心内充满，搁再充满。愿主将这种的充满修饰给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花手伫你的心祈祷讲，主求你伫今仔日个生命中礼拜中间，想示我两项代志，是保罗所予腓立比教会。保罗所予腓立比教会的代祷甲祝福，伊讲是一种丰盛的疼，是建立伫圣经的知识、圣经的教示甲真理、圣训的内底。第二，伊所讲的祝福，保罗为着伊的兄弟姊妹代祷的第二项，求上帝赏赐恁有能力通判断，又有能力去选择，有能力去检验。这三项是其实是同一项，但是伊伫无同款的圣经的环境顶悬出现无同款的描写。伫和合本顶悬讲，就能够看见那更美好的事。伫天主教的一本圣经，因为圣经阮讲解圣经的人，阮通常称伊叫做思高本的圣经。伫伊个翻译中间，伊讲就必喜爱那个卓绝的事情。卓绝意思就是优秀、重要的代志。圣经原文伫这个中间，伊咧讲美好也好，卓绝也好，其实这个原文的字，伊代表有价值的事。愿天父上帝圣心帮咱所听遐的姊妹，伫今仔这个礼拜，主开恁的目睭，开恁的心，互恁伫恁的一生中间选择不可缺少的、最好的。耶稣为恁做无比的祝福，这就是今仔日保罗为着伊的兄弟姊妹所做的祈祷。我嘛伫祈祷中间为着兄弟姊妹祈祷讲，祝福这间教会的设立是为着所有的兄弟姊妹做祈祷的教会。主求你帮助这间教会是一间真正将上帝你的话来分享给所有基督徒的教会。主也愿你的圣神伫这间教会中间来帮助每一个也未真正完完全全享受伫你的听的内底，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做你的见证，互你的好名声传到地极。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为着心内邀告，对你发出祈祷，甲你祷讲，主啊，我需要你属灵的吗哪。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求你养赐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主耶稣，求你伫2000年前所做，伫会堂中间，你用你的话讨放人，这个新约。今仔日个临到伫阮的中间，自讨放阮中间有人无法度放落家己，受着最最阻挡。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通听做一个受讨放、自由，阁有新的活命的基督徒。主愿你的福音真道理，今仔日人人有份。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应答上帝听。圣诗341首，上帝是我一切愿望，坚固我心拢无离，带我经过乱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伊，只有伊应徛起，调我心神归属伊。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请咱准备心奉献。
愿主耶稣就是透帮人、医治人，愿意将伊无保留的听享受予咱的主耶稣，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请安，也做咱的祈祷，愿咱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听，充满，搁再充满。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你来救你，耶稣永远。主，阮恳求你用你的听来加早伫阮的生命中，无论是伫会中、伫阮圣殿内底做伙同心做礼拜兄弟姊妹，或者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祈祷，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主要所求你用你的听加早，互阮会当穿着你的怜悯，用你救阮的衫，互阮充满，搁再充满。主要说，特别恳求你保守即届伫风台中间残垣躯体有受伤的兄弟姊妹，无论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主你保守照顾因，互因重建家行，互因伫你的稳定中间有你的扶持、你的帮助。专门有伫阮的士大人的身躯健康来恳求你，祝福阮的士大人。因一生的日子是怎样，因的力量就怎样。主享受因有你所享受圣神的陪伴、平安、喜乐。专门有伫阮教会中间有身躯欠安的人，我们恳求主你医治因，互因早一日恢复健康。主，阮恳求主你帮助这间教会，成做一间用祈祷三夫妻的教会。伫彼此的生活中间互相带导，恳求主耶稣，当阮发出祈祷的时，你十字架的大权能就进入人的生命中间。主啊，阮相信你的话大有气力，我嘛相信你是一个听人祈祷的上帝。愿阮伫今仔日礼拜中间对你发出的嗷叫的声，每一个声拢互你听到。主，你就照安尼甲伊讲。照你心所愿，我甲你成。主，这是阮心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来下面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将即礼拜生日的小兄弟来头前，咱阁有三位吼，阁有宣恩跟新恩，咱阁咱将生日的人来头前，咱做伙祈祷。生日快乐！咱同心来祈祷。主，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的宣恩、新恩跟小庆顶落，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愿主你用你的手化提伊的心肠，将你对天地来的福气放伫因的生命。所以你的稳定、你的祝福是无大有忧愁，你的稳定是一世人的孤单。主，阮伫生日的时，阮拢常常以爱来到主你的圣殿，代表主你施恩的宝座，恳求主你对天灵解开天顶的窗、好房的门，主你将因所需要的收束互阮，做收束你伫生日的时对你所发出的祈祷。主你过来365日，主你互因6日。用敬虔谦卑甲你同行，也愿主你扶持的手无离开因，享受圣神
互每一个即三个生日的宣恩新恩，甲属兄长老，愿你互因会当对主你领受属天的稳定、智慧来管理因的生命，自每一天甲因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我安尼恳求祈祷我嘅所有性命，阿免。生日快乐！也这有一件欢喜的代志，甲咱做报告吼。咱后过来即明仔载拜一下晡2点半，有一个真特别的人客吼。这个人客是韩国上大的教会，叫做 PCK 耶稣会长老教会，韩国上大的教派。伫咱今年的4月，咱总会的会议的中间，因的总干事有来参观咱即间教会甲喜乐。伫个过程顶悬，这总干事倒去了后，又去甲一个伫台湾的即个宣教师讲，伊有来参观过咱的教会，即个宣教师伫今年有一个对韩国来的牧师伫写伫咱的周报，叫做好树 Good Tree， 就是讲一张生命诶活命树的教会，即个教会伫今年要来即个韩国教会做短宣，所以因伫落飞机对台中入来，因大概1点半，对落飞机了，因就直接坐游览车来咱教会，即咱若有欢喜出来做到做接待，特别是中级，若假使恁时间上有都合上会使，欢迎恁出来做接待，愿上帝通过咱的教会做好的见证，拢真好奇，讲是个小小的庄脚的教会，较有即种的真活泼的即种的生命，这是上帝荣耀，嘛是咱的上帝互咱的一个真大的快乐，甲咱做报告，中级若会使，咱出来做接待，下晡吼，咱下礼拜了，咱食饱，恁若时间上会拄好，拜托咱留来到整理啦吼。有一寡所在落雨了，有小可头粉，有一寡所在还是需要做清扫，包括咱的会员足济，迄树枝落来了，还没有散好，恁若会当的话，欢迎恁留来到打扫这个环境，这就是我的报告，请咱看咱的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暗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6早起是9点，以及暗时的7点半。咱有线上的查经，欢迎兄弟参加。圣公的服侍，下礼拜四会请林秋吉长老，领诗请青少年团契，司琴请刘一鸣兄弟，司宪请张世昌执事、吴素基执事，爱餐的备办请张真燕姊妹，新安宫的读经以及每一灵粮，请咱照顺序。即季读到历代志，请咱照这顺序来灵修。具体交通，第一，风台的期间，感谢上帝保守大家，甲教会平安，也感谢大家代祷，中级青年以及义诊守护教会，并且伫风台过了后，咱的礼拜堂头前即个树仔甲伊扶正。第二，7月29日，头道牧师有报告伫明仔载下晡2点半有韩国耶稣会长老教会 PCK 所属的好树 Good Tree 的教会牧师甲传道，以及教会学校的同学有43位来参访咱的教会，欢迎兄弟以及咱中级来出席接待。第三，咱今仔日爱餐了后，要整理教会环境，请大家会当拨时间做伙来服侍。第四，请为所有女外兄弟的健康甲生活来代祷，求主保守大家心身灵拢健康，也有法毅力稳上加稳。请咱嘛继续为着
生日的兄弟彭宣恩、薛兄弟、何新恩，为着因来祝福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出入的，请用过界人员来更正。大岛的事项，第一，为身心欠安的兄弟姊妹，甲咱教会所有的长辈，因的健康平安大岛。第二，为着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来大岛。第三嘛，请咱为着咱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来大岛。第四，为姊妹教会大岛、妇人、职责以及德克达雅。即是请咱三甲来吟上言圣诗，上言圣诗510首，俄罗天顶主宰，请咱起立全首，吟诗线，请曾牧师接导。咱同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
修理是两回事。对，按摩起那个其他人会去修理。对对对，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没有错。对啊，像我本来有买一台二手的，也是大家重新整理之后变零八。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对，对，你刚才教会他上很多。对，他教育都要手都来。对对对。好，因为像我最近都要跟大家面对，因为我在钢琴店